国内头一个多元，而且专门为着儿童甲青少年所开设的跨媒体影音平台小公司，要伫咧8月20正式开台。包括着副总统萧美琴、行政院长杜英泰，也有文化部长李婉，昨拢有出席开台记者会。我做过那个剧团，然后带着剧团走遍全台湾。有一个秘诀就是，一定要从小孩的眼睛看戏，不能用大人的眼睛来做，而且小孩子的注意力很快就没有。你看现在我看下去啊，已经开始有人没有在听了。如果3分钟之内不能够3分钟没有办法吸引他的眼睛哈，他就去滑看别的。对啊。所以我们会加油。好。小公司会伫咧8月20正式开台，头先推出23个专门为着儿童甲青少年所设的计划，包括节目、网架、戏剧甲音乐等等，伫咧网络也有电视隆重看得到。